Hello，大家好啊，我係 Jenny 啊。趁 UO 最近開咗靜岡航線 ，Jenny 咧就想同大家分享特派專員之前去靜岡同埋富士山嘅片段嘅。特派專員今次嘅路線呢係由成田入，然之後咧一路玩到去名古屋嘅。事不宜遲，我哋而家睇下特派專員第二日嘅行程先。經過第一晚喺新宿度休息之後，第二朝特派專員就搭巴士去河口湖啦。落咗巴士之後呢，特派專員就要去寄存佢嘅行李，然之後呢再轉搭巴士前往忍野八海，開展去河口湖第一個行程。抵達忍野八海之後呢，當然就要影返啲旅遊打卡照啦。行咗一陣，影咗好多靚相之後，特派專員就搭返車去河口湖，準備用膳啦，食佢嘅午餐。特派專員呢，今次就冇話預定食邊一間餐廳嘅，但係呢，佢就好彩地揀咗一間好出名嘅天婦羅店，大概排咗15至30分鐘啦，佢就可以入座啦。呢間鋪頭嘅白飯同埋麵豉湯都係自助形式嘅，要自取㗎。食完午餐之後，竟然天氣驟變，落起大雪嚟啊！由於啲雪真係落得越嚟越大啊，所以特派專員呢就決定去酒店 check in 先。今次入住嘅呢就係呢間富士任景啦。雖然雪呢繼續都係落得好大啊，但係為咗唔好嘥咗呢半日，都係出去行下啦。佢分別坐咗車去河口湖自然生活館，同埋搭咗河口湖遊覽船。但係由於天氣實在太差啦，所以佢好快就返旅館度休息。第二朝起身，好運就嚟啦！大家而家畫面就可以見到好靚嘅富士山啊！一幅幅好似明信片咁靚嘅富士山相，而家就一一呈現喺大家眼前啦！喺旅館度食埋個豐富嘅早餐之後，特派專員就開展去第3日嘅行程啦。食完早餐之後，佢就搭西湖周遊巴士前往西湖療癒嘅里根場。跟住嘅片段呢，繼續俾大家欣賞富士山嘅美景。到差唔多午飯嘅時間呢，佢就搭巴士前往富岳風穴啦。呢個景點可以俾大家睇到以前嘅人點樣利用天然嘅資源打造一個冰穴，就好似而家嘅雪櫃咁樣嚟儲存食物。而觀賞冰柱最好嘅時間呢，就係每年嘅3月至8月。今次特派專員去嘅時候呢，就正係4月，所以有幸可以欣賞到。食完午飯之後呢，特派專員就返去酒店附近坐富士全景纜車啦。上咗山之後，一樣都影到好多唔同嘅靚相啊！逗留到差唔多日落嘅時分，就坐返纜車返酒店。靜靜地坐喺露台度睇日落。特派專員真係非常好彩啊，因為第4日嘅天氣都非常之好啊。食完靚早餐之後，特派專員就開展去第4日嘅行程啦。今日佢就去咗御殿場 Outlet。
好彩佢今次去歐力都睇到富士山啊，因為好多人去歐力嘅時候都見唔到富士山㗎。血拼之後，特派專員就準備去今次旅程嘅另一個重點項目靜岡縣啦。抵達咗靜岡縣第一站三島之後，佢馬不停蹄前往享用omakase，獎勵自己今日咁辛苦嘅旅程。跟住呢，就食咗個靚宵夜，然之後浸埋個溫泉就瞓覺，好好休息。叉足電嘅第5日，佢就搭巴士前往三島大社。作為日劇迷嘅佢，一定要去三島大社朝聖。撞啱櫻花盛放，所以真係令到佢非常之驚艷啊！離開咗三島大社之後，佢就去埋附近嘅三島 Skywalk。呢條吊橋呢係日本最長嘅步行專用吊橋，長有400公尺嘅。除咗吊橋之外呢，大家仲可以去玩呢個長滑索。過咗橋之後呢，大家仲可以玩攀岩啦、歷奇冒險等等，都好啱一家大細玩㗎。當然，所有項目都要自費啦。離開之後呢，佢就搭車前往富士宮啦。由於實在太肚餓啦，所以呢，佢就去咗食富士宮名物富士宮炒麵先。之後呢，佢就去富士宮淺間大社啦。富士宮淺間大社都係一個非常出名可以欣賞富士山景色嘅地方嚟㗎。而附近呢，仲有好靚嘅富士山世界遺產中心㗎，但係由於時間所限呢，佢就冇辦法去遊覽啦。如果大家旅程時間許可嘅話，都建議大家去睇下㗎，因為真係好靚同埋好打卡㗎。當晚呢，佢仲試咗喺靜岡度好出名嘅抹茶燒酒啊，真係令佢一試難忘㗎。第6日，佢就去咗日本平南車站，搭纜車去九能山東照宮。九能山東照宮呢，都係供奉呢個德川家康嘅。家康公嘅遺言中呢，特別吩咐佢嘅家臣，記得要將佢嘅遺骸埋葬於九能山。而2代將軍德川秀忠呢，隨即按照佢嘅遺願啦，就將佢下葬於呢個九能山嘅。而呢個呢，亦都係九能山東照宮嘅起源。參觀完東照宮就搭返纜車落山啦。離開纜車站之後，行過隔離就係另一個景點——日本平夢之平台。大家可以喺平台上飽覽駿河灣同埋富士山嘅美景。
離開咗呢度之後，就前往櫻桃小丸子嘅故鄉清水市。離開咗車站之後，特派專員就急急腳咁走去對面嘅清水魚市場食佢嘅午餐。呢個魚市場呢，主要都係販賣喺附近駿河灣嘅新鮮水產，所以佢嘅餐點嘅 CP 值呢都非常高。食完飯之後就要即刻去搵小丸子啦。雖然小丸子樂園嘅場地唔算好大，但係呢當中都還原咗好多卡通片裏面嘅場景，例如小丸子嘅屋企啦、學校等等。第二日，特派專員就前往金谷茶之都博物館。喺2014年3月嘅時候，靜岡縣呢就制定咗富士之國茶之都靜岡構想，運用咗本縣嘅茶相關嘅資源，以其靜岡茶品牌嘅確立，實現有茶之健康富足嘅生活，開展咗茶之都靜岡嘅建設，以呢個構想為前提，將博物館、茶室、庭園、商業館構成木之園台地上日本第一大茶園，舊島田市茶之鄉改建成為茶之都靜岡嘅據點。唔單止會舉行介紹茶嘅產業、歷史文化展覽，仲會有豐富嘅體驗採茶、手工搓茶等用五官感受嘅講座。提到靜岡縣最推薦嘅美食呢，相信大家都會諗起炭燒薩瓦雅卡嘅和牛漢堡啦。特派專員呢等咗足足2個鐘啊，先至可以食到啊！食完人氣漢堡之後呢，就前往富士山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嘅三寶松園。而家畫面所見呢，就係由500米松木所構建而成嘅神之島。今日嘅行程呢，就向西邊走。第一個行程呢，就係去掛川城，遇啱櫻花盛放。除咗欣賞櫻花盛放嘅美景之外，仲喺度影咗好多靚相。離開咗充滿文化氣息嘅掛川，準備前往非常出名食鰻魚嘅濱松。抵達藤田鰻魚店，享用美味嘅鰻魚飯。藤田鰻魚店呢，仲係用炭火燒去嘅鰻魚，而且而家已經傳到第4代。食完鰻魚飯之後，就前往濱名湖。喺濱名湖展望公園可以俯瞰濱名湖全景。
參觀完之後就去附近嘅並天島欣賞日落。今次嘅旅程差唔多到尾聲啦。今次靜岡之旅最後一日嘅行程都繼續係向西邊走。今次旅程最後一個景點就係吉田城。參觀完之後就要準備出發去機場返香港。如果睇緊片嘅你仲未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記住而家 subscribe 啦！仲有就係要分享我哋呢條短片俾你嘅朋友、屋企人同埋工作夥伴睇啊！下次再見，拜拜。